乾呐，乾坤的乾，这个在念易经，正是正言的正，解释的释。天位行其神，德位平其体，九以用其阳，六以用其阴，九六之几何，生化于世孤臣，时中于世低迷，此元气之所至，而元德之所行，故用六永贞之大中，同于用九之上至也。利而能用，中而克大，此故坤元之德，而达安贞之志，盖内明其性，使外善其事，内有所守，使外摩所至。君子诚德达道，必正性命为本，保泰为本。先立身之喜，而后成乾坤之喜，自坤顺以为己，至干见思无。吃素啦，现在要吃素啦，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啦。永贞而称大中之子，吃素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啦。你吃人家半斤要还8两，吃人家那么多，将来要还呢。后人以其无相，想想看那些肉，它的钱之前就是一个动物生命啊，有动物的生命，被杀死了才有那些肉啊。所以要吃素啦啊，培养慈悲心啦，不跟众生结恶缘啦。遂至其位上爻之余，此在不知古人立卦设辞之初意也。卦以象成，有象外之象，有象先之象，以象有自来，有自往，皆以气数成也。卦始于太极，要吃素了啊，终于64。素食环保救地球。卦先有象，卦后有象，非仅限于卦六爻也。如时有先后，等有象备，时有来去，素食环保救地球。而象之间，在乾坤之先，有所以成乾坤者；在乾坤之后，有所以成乾坤者。一组变矣，变必以30位断，去来经也。前者谓之先天，素食环保救地球啊，才可以防新冠肺炎。则现象新冠肺炎的病毒要依附在动物性的脂肪来生存存在。吃素啊，比较没有就没有动物性脂肪可以让新冠肺炎病毒来依附啊，可以防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，防新冠肺炎疫情感染。乳酸菌啊，那女人哦，那个私密处如果洗的太多次，有的要用清洁剂洗的太多，或者把那个皮肤都抹掉那个保护层，伤热啊，热伤侪鲜热，定定咧热啊，然后把那个乳酸菌给破坏掉，那个是有益菌呢，对抗病毒病菌的呢，把它消灭掉以后，就比较不能对抗那个病菌、病毒或者霉菌的入侵了。有的会阴部瘙痒，你看，要用一种药草去中药店问，有药草煮汤来洗呀，有的还要用艾草做的酒条了。
然后在椅子下面来熏，木头的椅子中间挖一个洞的，艾条在椅子下方来熏，用那个药气啊来熏那个私密处，来排除那个湿气啊，还有杀菌消毒作用呢。参考那个胡乃文中医师名医的影片哦，网络搜寻胡乃文中医师，说女人私密处瘙痒要怎么解救拯救呢？他说就是因为洗得太干净了，可能是洗的次数太多，又用那个清洁剂，这就伤害到皮肤的那个乳酸菌了，破坏那个保护间冰啊，造成没有办法对抗病毒、病菌、霉菌的入侵啊。因为湿气太重了，也会造成那个私密处瘙痒。用中医的方法草药煮汤来洗啊，清洗那个中草药水。为其永存不变，为其真体也。故肝元为肝之先，坤元为坤之本。形生而神人存，气毁而道不坏。故用九用六。普洱茶啦，但是太久了，普洱茶会造成有病菌、有毒啊。放太久了，普洱茶会有毒素啊，有的会造成乳癌啊。那网络上有资讯在讲，普洱茶很有名，但是放太久了，普洱茶有的花莓是不是会花莓有毒素啊？女人喝那个有的会得到乳癌的，所以要小心啊！因为网络有资讯在传播。吃干净卫生的，要吃素啦，整洁为强身之本啊！你看食物不要吃腌制的食品，腌制食品制作过程可能就染了菌啊、毒啊，不干净、不卫生啊，变质啊。要吃新鲜的比较好。乾坤的乾，在朗读的《易经》正释啊，证明了正解释的事。